欢迎回来，甲咱依然之声少年人的嫌疑广告电台。顶一集呢，甲18招讲到即个伊咧台湾，敢毋知讲咧台湾，毋知是倒一个所在拍片的事件，毋知是虾米所在拍片吼，足奇怪吼，对无？对啊，真正是足奇怪的。嘿啊，迄个位，迄个窗仔门看出去，敢若佫敢若毋是，佫敢若是啊。好啊，就是台湾啦。你咧拍片的时阵，敢有当到是寡虾米款趣味的代志，跟咱分享的？哦，真正足济，真正足济。我特别准备一个故事，好，伫个较，互咱偏芳者。对，较恐怖、较悬疑的。竟然有恐怖的，就是啊，我有看过，我大学的时阵看过一个 AV 是有鬼走出来迄款，敢是迄款？就眠床边有一个查某人头安尼，啊后一幕啊，讲那个刷过来，迄查某鬼那浮起来呢。无毋对，就是一个鬼的故事。哦，你甲鬼相干？毋是我，毋是我。迄摆拍的即个 AV 我无干，我是主要的。红干。我是主要的演员就对啊。对啊，这是梦梦，毋知你听过无？我毋知啊，你当无听过？出家人要来知影物件咧，莫有问问。哦，这是一个台湾的 AV 女优吴梦梦，伊拍的片，伊嘛是头家，嘛是女优安尼啊。这个故事呢，就是遮无用嘛是头家嘛是女优，嘿，啊毋着老仓做查某安尼，这是你讲的，老仓做公主安尼。就是这个剧情吼，就是讲我是这个剧情横跨了30-40年左右的。咱敢若有20分钟的时间哦，你知影哦？好，啊，就是我是一个少爷就对啊。阮兜是做工厂的，就小可有钱安尼。啊，梦梦，无你是少爷，恁兜就是员工啊。但是梦梦就是我的某安尼。哦，对开始的时阵，伊是我的某。即马嘛是吗？今嘛毋是啊。哦，一件伤心的故事。对，就是一段伤心的故事安尼。安尼。啊，伫个你敢有稳准你会当讲？有啊。哦，当然嘛会当，当然嘛会当。继续。伫个阮结婚的时阵吼，阮就是过了一段快乐的日子安尼。但是像毋是咧。但是对于有心啊了后吼，伊就无爱互我卡。哦，有心当然嘛无要互你看啦，是这。敢是安尼？无咧，毋是咧，有心了就会当哦。无你无听过一个笑话，就是有一对翁仔某，啊，伊有心的时阵，老爸就一直甲某安尼干，啊，尾啊囡仔出世的时阵，囡仔一出世就会讲话哦，伊就甲医生讲，倒一个是阮老爸，倒一个是阮老爸，啊，伊就讲迄个恁老爸，啊，老爸就甲破，啊，你哪个讲话天才囡仔，啊，囡仔就摕镜头啊，甲因老爸头壳安尼拄，安尼袂听。但是是会当做的，真正是会当做的。啊，你就为着这个原因来起冤家，对，就是冤家啊！我本来就是真正嘛就无聊诶。对，咱顶一集就讲你去迄个网咖迄边找一个，迄个3分钟5分钟就讲解决问题，对不对？真正我伫厝去外面带，外面找查某开查某安尼。啊，但是吼，阮某就是梦梦啊，伊是一个就安怎讲呢？就无想要我安尼啦。伊个有心啊，伊就想讲伊真正是就伤心啊安尼。啊，对了，我个调工，互伊看着我伫咧开查某的画面安尼。啊，伫遐伊就感觉心情足歹的啊。废话。啊，有一工我个摕我的即个啥物呢？手指，我讲退互你，我讲我袂甲你来离婚。啊，就伊就袂堪咩，伊就掉刀自杀安尼。哦，你听起来是女性的功德呢？对，我就是。你即马敢有改？已经改啊，已经改啊。已经我是安怎的人，阮就继续看落去。啊，伊自杀了吼，伊就伫
伊就变做一个冤魂安尼，伫咧阮工厂内面作怪，作怪一丝了后吼，阮兜阮厝内面就一直伫咧行歹运，就工厂嘛毋通袂通经营落去啊，然后就一直了钱安尼，到最后阮会错，阮会做错，叫拍卖。无，我够老诶，但是阮着改做一个女社安尼，互人带安尼，我就是女社诶头家安尼，时间行甲真行哩安尼，对，佫有一定少年人，对阮兜对我诶女社来做安尼，我已经甲因警告过，就是莫学袂来，莫四界佚佗安尼。但是吼，因着无听，搁伫咧行着迄个工厂内面，伫咧算抵押线。请抵押线，对，就是咱讲诶即个碟仙啦，华语叫做碟仙啦。猛猛着对伊来显性。对，就对着伊安尼，对着其中一个少年人，就是梦梦的男朋友啦，现实内面就是伊的男朋友，对于回到伊个女社内面了后，两个人就相干，相干了后吼，那伊个查甫人就伊个查甫就无力，就感觉会死去啊，所以。最后一个镜头吼，就是梦梦伫咧楼梯伫咧降落来。对。我佫有一个镜头拍着我的面，我一直挖到，但是伫咧我的目睭我是看无伊的，但是观众有看到，一直挖到，望着愈来愈近。最后一个画面就是我看到伊，我的眼神就是哇，敢有翕着？无，就安尼结束啊。你敢若你看到，无翕着？无翕着，我安怎？迄间你社即马敢有叫咧经营？有，阮是真正找一间伫咧网咖的女社拍。这嘛是听起来嘛是恐怖吼。毋过这是剧情设计较恐怖啦。对啦。有人去看这敢有法度？我毋知。那是讲要翕即款剧情啊？因为迄是七月半。7月半，对。7月半的专题啦，对啦，特别节目安尼即摆人口味有够奇怪，这毋是口味重的问题，这是奇怪的问题。对。看鬼咧相干安尼。毋是鬼咧相干，是人鬼相干。人鬼相干，叫鬼干。好啦，除了这吼，拄则佫有顶一集咱佫有问一个问题，讲你咧看吼，敢有可能拍台语 AV？进前是，进前敢若有声优有试过对无？用台语咧讲一寡迄个，咱讲 ASM 嘛，迄款。有，我有听过。我有听过，但是我要甲你的菜头。进前是无可能啦，因为阮伫咧台湾拍 AV 的时阵吼，阮的经组拢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是伊的市场就是伫咧遐阮是袂当讲台语的。你袂使讲你是福建来的。袂当，毋通。福建片。毋通。袂使。对，袂使。但是今仔咧，伫咧今仔因为台湾的片商较侪啊。对。佫有一寡资金，就是台湾人家己的资金。所以我想讲，应该是有。你敢有想过讲要来拍即个台语的？AV 男优内底，敢有讲啥的台语是较好？我即摆听起来你台语是够会通啦。毋过敢有比你较好的？应该是有，我想应该是有。有遮济就对。
因为大家都伫咧啉奶，你知影无？大家伫咧拍 AV 的时阵，都伫咧啉奶，想讲啊，我想要讲啊，干，互你死啦，互你死！有想要讲就对啦，拢互你啦，最后下的时阵，拢互你啦。但是阮就爱啉奶，阮不会当讲些，我们只能讲啊，爽吗？操你妈的！骚逼！对，看我插死你这个骚逼！敢若会当讲一下，即摆就是有一个机会啦，因为咱吼这个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咱要甲台语主流化、台语生活化，普通人的生活就是会看 AV， 若是在看 AV 时，就要用台语来拍，咱互台语人看 AV， 伊讲对无？对，真有道理，对。对啊，其实就会当拍，因为较早我是，咱其实旧年吧，就有听着讲，有用这个台语写 BL 小说的，嘛有用台语咧录这个，其实嘛是 BL，敢若嘛是 BL，就是录即款咱用录的方式，因为日本有一个广播剧嘛，因广播剧其实是因这个真有历史的一个这个媒体，就是讲伊甲迄个漫画也好啦，小说也好，内底的故事找足侪声优做伙来演，佮有效果音嘟，效果音了到要做迄件代志时阵，就要有一寡。就有一寡就有一寡这奇奇怪怪声音啊！其实广播剧都因差不多有3，无够，伤细声，无够好。啊，这有像，对，这有像，吼，就是参照即款的物件，其实早就有人咧创啊。若是要较刺激的，其实就是拍做即个 AV 嘛，对。啊，你敢有想过讲？你若是用台语 AV， 要用啥物剧情无？莫有贵的啦。其实我无想讲，我就是一般正常的剧情尔，就是一般正常剧情就差不多了。正常的剧情对。去菜车买菜安尼，买菜倒转来。但是我谈到这边，我又觉得这样，如果台语剧情要走一些比较。较熟、较离俗诶，敢是对台语角色的污名化，对，就是咱即马定来看到讲，迄个那讲歹人就讲台语啊，对啊，好人拢讲华语，对啊，较戆诶拢讲台语，对啊，较粗俗诶拢讲台语，若是台语头一支台语 AV 拢是一寡迄个孤陋鄙俗诶呢，咧盘这其实就是讲你是毋是咧丑化台语安尼？对，所以讲这个剧情要安怎建，其实。这嘛是一个自我审查，毋过即马原来是需要啦，就是你甲因为你甲伊主流化，也是讲甲伊正常化的时阵，就是拍一寡咱种普通的生活，毋过莫算甲迄落，就是讲就粗俗。为虾米总经理甲秘书的剧情嘛，毋通讲台语？袂使吗？会当啊，我对啊，总经理甲秘书就拢讲台语啊。想看觅要安怎讲？我是我若讲起来，就讲我甲你讲。来，对比，伊迄个 case 我已经摕下啊，伊迄两亿，伊即摆已经是咱的啊经理。林秘书，我今仔日身躯无够爽快，你甲我掠零一下来。掠你去死啦！啊，卖个啰嗦啊，嘴拍开。就差不多安尼啦吼，就是用咱普通生活内中，会发生的故事，会发生的事件，甲伊做，其实毋若是 AV 啦，做所有的即个小说也好啦，漫画、电影啦、电视啦吼，咱就是用讲，这个剧情啊，这个剧内底或者就讲这个故事内底，伊就是华语的嘛会发生，台语的嘛会发生，客语的嘛会发生，就足普通、足普遍，直接甲做起来，安尼就好啊。莫讲吼，为着要讲台语，就专工去找啥物工地啦，去找啥物民俗的啦，去找啥物，其实迄种有淡薄，即摆咧看啦，迄种有淡薄过头啊。伤过头。你刷落来是要拍片拍到几岁啊？你敢有
暗算讲？有啊，我家己是想讲，我要拍片拍到我死的迄一天。你要拍死的迄一工，对啊那迄过史密斯身的那一天肯清水节毋拢退休啊？无，伊今年毋讲4月时阵就封机啊。对，但是我想讲，你讲实在一个台语的歌，小肉粽，你知影无？小肉粽，迄郭金发，对，就是伊。郭金发。伊是死伫个舞台上的。哦，你嘛要死伫个影片内底着对，我想要甲伊共款。啊，后盖迄个跟公司派所有影片拢有你的鬼影伫内底。你想要死伫眠床顶啦？对。哦，啊，毋过有可能你的体力无温存，你会死伫眠床顶。你有可能拍到50通货的时阵，你就应该是会通啦，应该因为即马 AV 内面吼，真很缺老人的角色安尼。哦，你要搬老人片，对，就是定人咧网络老话时阵咧囥迄个番号。对。60路，你要变迄个就行了。无，足侪人拢爱看啥物公家新妇安尼，对无？我无啥物，恁足奇怪，啥物看大瓜甲新妇，迄有啥好看？有啊，我无法度理解。我想讲，这游玩是一种代入感，对无？因为较老的人，你知道人口较济，对无？较老的人就是伫咧看的时阵，就想讲这个新妇老不休，这个新妇足水的，身材足好的我想要来。有岁人搁咧看这老不休。我就是50岁，我就是他们的化身。代替他们惩罚女优。你有这个理想嘛是真好啦，因为咱虽然讲老不休，这人定定咧讲，毋过莫讲收毋收，其实这就是人的需求啦。有人伊就是有需求到50岁、60岁，甚至70岁，人讲人生70才开始，对无？对。有人到70岁要有亏待做这个代志，其实嘛是。对翁仔某的关系来讲嘛是真好，因为咧外国一寡迄落心理咨商啊，其实恁定定咧处理迄个翁仔某袂和的，其实拢是到叫做因较有岁的时阵，到即摆要听过讲较有岁的人嘛是为着即个代志。讲袂和呢，要来离婚呢，系啊，外国有一寡即个新闻，我咧想讲台湾应该嘛是有，毋过大家毋敢讲迄落，大家叫讲白原因。讲爱就无生活，爱就无路涂骹，所以离婚。其实因真正的原因是眠床顶袂下，对无？应该是，因为外国听过少济好，年岁较大的迄女性朋友去找，要来离言，就去找一个迄个人讲小人狗，人较少年的，嘛有迄男性朋友就去找个少年的迄个查某囡仔，其实拢有嘛吼。咱咧看时，这就是人的需求啊，即个 AV 产业。因嘛是咧处理大家的需求，对啊，大家即个幻想会当满足大家幻想了，你就袂去做一寡歹代志。应该是安尼啦，照讲是安尼啦，本地是要安怎？搁看了，就准拄煞呢。真感谢会当请到咱的即个18招吼，来讲伊即个拍 AV 的18招。后一届呢，咱就继续。去甲即个无共款的来宾那共款用即个台语来替大家讲一寡案件讲一寡因即马当咧做的代志安尼。但是依然之声少年人的现役广告电台，等后一届空中再会。